那么下面就是说，这个说文殊菩萨啊，就是第二个呢，就是说文殊菩萨而这个修学而发愿啊，就是修学之发愿是吧？我为边境普显性，文殊师你诸大愿，满彼事业，今无与未来，集结恒无倦。那么就是说呢，我这个为呢，就是普遍亲近，就是普现这个心愿力啊，就一定要就是像这个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在曾经呢，就是如何发大愿那样，我也是一定要就是圆满，就是他的这个事业一点都不剩下，并且呢，就是在未来的这个无数的这个节日当中的话呢，一直这个修学在修学过程当中，我就不怕这个困难，不怕疲倦，不怕呢就是这个痛苦啊，就是一直这个坚韧不拔，坚持这个下去就是要发这样的这个愿。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修学上面所讲到的这个普现大愿的过程当中呢，肯定有很多的违愿就是障碍等等，就是各种就是不愿意的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像这个文殊菩萨曾经怎么样发愿？其实他呢有一部经典叫做是什么这个好像这个瑜伽什么就是千比千波这个交往经吧，就是在这个交往经里面就是讲了文殊菩萨的这个十大愿。就是十大愿，十大愿当中的话呢，好多都是我们就是很难以想象的。比如说别人辱骂你，别人这个诽谤你的话呢，我要发愿就是发菩提心，就是跟这个众生是对我有缘的。那么凡是这个很多的这个众生呢，就是诸如此类的，有一种这个善缘和恶缘，全部是结为一种回向，或者是结为一种发愿的这种因缘来，就是摄持就是业持摄持。那这样的话呢，文殊菩萨就是曾经就是对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面前呢，就是也是这个发愿，也就是说呢，他的这种发愿呢，就是这个可以说是轮回不空呢，就是那么就是他的这个誓愿不空，誓愿不空，轮回不空，众生不空，众生不空呢，就是誓愿不空，誓愿不空呢，就是你种的发心不空，就是他是在其他的一些经典当中呢，也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就是发愿就是发愿。那么文殊菩萨的这种发愿呢，跟那个地藏王菩萨的就是这个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这个道理呢，就是非常这个相同的。所以我们也要就是圆满就是这种这个事业，圆满就是文殊菩萨的这个事业。那这样的话呢，在这个轮回当中不管是住多长时间，只要是利益众生的话呢，我们的这个行为呢，就是永远都是不要有任何的这个厌倦之心就是好像那个四义梵天亲闻经里面呢，就是也是应该是这个经吧，就是讲过，就是说是譬如这个大海的话呢，就是让悉数一切诸水，就是没有这个满的时候就是没有满的时候，如此诸菩萨亦如是就是如此这诸所有的这种菩萨的话呢，就是也是如是的就是长求这个法力呢，就是业无厌足就是有这样的这个教传，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像这个大海的话呢，就是各种这个水就是流入到大海当中，水永远也是不会有满足的时候。那么发了大乘菩提心的菩萨的话呢，实际上就是真正这个求法和利益众生呢，就是不要有这个满足心就是有这个发力的这种这个满足心呢，就是不要有厌足心。这一点我们在座的各位就是一定要就是牢牢的记在自己的这个心间。你如果没有发大乘菩提心的话呢，那另当别论了就我们受的这个戒律也好，或者说是我们表面上看来就是你这个剃光头吹这什么那个披这个袈裟就是那么这些呢，实际上是这种这个行为的话呢，就是一些外道当中也是有的，就是外道的当中也有很多光头的，还有那个就我们现在世间人就是有些这个在城市里面的话呢，就是一大群一大群的那些这个小伙子就是他们都是剃光头，就是一群一群的在街上，甚至有一些美女，他们现在特别喜欢剃光头，就是所以说，如果我们心里面就是没有这种出离心的话，那就是根本就是算不上就是所谓的这个别解脱戒这个受持者的一些比丘和比丘尼就是比丘沙弥尼，就是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有了这个圆菩提心和信菩提心的话呢，那就成为这个大乘这个可以说是大乘的这种别解脱戒
啊，叫别解脱戒。我们这个相续当中的戒呢，也成为这个大乘的别解脱戒。同样的，我们的这个发了这样的这个菩提心的人啊，就那么这样的话发了菩提心，那发了菩提心的话呢，光是我们这个说是我要发菩提心，我要发菩提心，然后呢，在这个行为当中的话呢，就是不要说是来自这个无数的这个戒啊，或者说是我们这个未来季节很无倦呐，就是未来的无量无边的时日当中一点都不疲倦。不要说这样的，连那个祭天当中、纪念当中发心的话呢，有些人就是真的是最累了，就是我不行不行，我现在已经2年了，就不行了，我已经累了，我已经这个倦了，就是我已经这个就疲厌了，就是什么什么。凡是现在我们很多凡夫人呢，就是的确明明知道是对众生有利的，明明知道是求法是诸佛菩萨的这个最无上的这个行为，但是自己呢的确就是在一些行为当中的话呢，就是并没有就是这么做到的。所以文殊菩萨呢，就是的确也是这个就。对，这要是对一个众生有利的话呢，他还是愿意住在这个轮回当中。其实佛经里面有什么一个叫做是大欲望的菩萨，还是大欲望的菩萨，就是有一种菩萨的话呢，为了一个众生呢。也是愿意就是住在这个轮回当中，就是无量无边的世日，就是有这样的这种这个佛经里面专门有这样的，所以我们在座的自己也是应该就是看一看，就是自己发过这个大乘就是菩萨界的这个愿，就是发过愿没有？既然发过愿的话呢，那么过去的事呢，就是我们就不谈了，就是过去的事已经这个过眼云烟了，我们就不谈了。但未来的话呢，就是你有何打算？你自己应该这个想一想，就是我们天天念这个普贤菩萨什么什么就是普贤行愿品，就是念是大家都能背，就是除了极个别的人呢，就是不会背啊，就是又不会背，就是然后书里也不会拿什么那个转经轮了。我们念普贤菩萨的时候呢，要求就是大家拿个转经轮，但是对个别的，尤其南宗这边有几个僧人是对转经轮是很痛苦的，就是就一直是就是不敢摸，就是一摸了以后害怕破戒，就是所以说这个我每次都是看到，就他们这极个别人的话呢，就是都就是女宗里面好像我现在看到是有2个人，就一直不拿转经轮的。南宗这边有几个人，就是一直是在不知道在念经的时候，就是在大纲里面看什么东西，就是然后转经轮也不拿。那转经轮就是不用的话，那就是也可以，就是可能是不需要，就是不需要世俗资粮的。但是念普贤行愿品就是要不要念呢？就是如果要念的话呢，要不要想？就是每一个这个寄送的内容，要是想的话呢，我们就会念这个寄送的时候，文殊菩萨就是怎么样这个发愿的话呢，我也是这个发愿。那么文殊菩萨怎么发愿呢？哪怕是在这个轮回当中有一个众生留下来的话呢，我要就是自己的是不成佛。就是自己的是不得这个快乐的是可以的，我还是就是如果我以菩萨身份来让利益的话呢，我一直就是等他就是成佛为止，就是他的发心力量是这么这个广大的就这么广大的，所以我们在以后的这个利他的这个事业上呢，就是有什么样的这个打算，有什么样的这种这个自己就是有何感想，就是自己应该就是有时候要这个想一想，就是如果你哪怕是短短的时间当中呢，就是真正是诸佛菩萨是为了利益众生，是这么样发大愿。虽然我现在身体做布施或者说自己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家产呢，就是全部都是真正这个用来这个像以前的像那个就是很多的这个什么就是像这个月光国王那样，就是去布施的话呢，我现在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呢，我还是要尽心尽念的，在你所能及的范围当中呢，我要这个弘扬佛法和利益众生，而利益众生也是以佛法来饶益是最究竟的。如果有这样的这个心的话呢，那我像是行为当中稍微遇到了一点点的这种挫折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就是这个
困难的话呢，就是他不会这个就是退缩，也不会呢就是疲倦啊，就是不会疲倦的，应该这样的。在我们这个身心当中的话呢，就是在这里面就是将来啊，就我们这次通过学习这个普贤行愿品以后呢，我希望我们很多人呢，就是将来这个真正是这个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上面呢，大家有一种每个人的是有一种这个毅力啊，有一种发心力。有些人呢很有智慧的，但是你没有发愿力呢，就是将来在这个真正弘法利生不一定就是很成功的。有一些人呢就是虽然没有那么高的这个智慧，我们在以前的法王的一些弟子当中也是这样的，就是主要自己的这种发愿力就是很重要的。有些呢发愿就是特别大的话呢，自然而然啊。就是很多这个行为的话呢，就对这个众生是有利的，然后自己的这种善法的这个心呢，就是也不推转，就是也不容易被这个社会的各种这个污染呐、就是进入到自己的这个心呐、就是自己的行为呢，自己呢就是处处都是有缘分呢，就是遇到这个善知识啊，有遇到就是一些这个普现这个心愿的这样的这种为胜利啊，那这样以后呢，就各方面就是应该是就比较这个方便的。这是我们要睡那个文殊菩萨这个穴的啊，就是文殊菩萨的这个事业是什么样的，就是大家应该清楚了。